呢度唔單止係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地帶，更加係連接香港、珠海、澳門嘅國門所在。每日龐大嘅車流同人流喺度交匯，孕育住無盡商機、消費同醫療嘅健康需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國家嘅戰略黃金位置——港珠澳未來城。好多曾經關注項目嘅朋友同我講，呢個地段潛力無限。但項目嘅品質同實力究竟有冇保障？今日我將從三大價值為你全面揭曉。第一大價值，戰略定位。項目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嘅幾何中心，係一國兩制下唯一陸路連通港澳嘅橋頭堡，承載港車北上、京珠港飛等等核心國策。佢嘅戰略地位堪比北京嘅國貿、上海嘅外灘，係國家力量喺大灣區嘅空間呈現。第二大價值，資源同埋交通。我哋坐擁一橋、二通道、三港口、四口岸、五機場嘅全球級交通網絡，大概30分鐘直達香港，5分鐘暢達澳門。呢度係粵港澳1小時生活圈嘅幾何中心。最關鍵嘅係稀缺性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張衛星地圖，成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上面，港珠澳未來城係目前唯一可以買到嘅資產。第三大價值，產品力同生活方式嘅全面升級。我哋邀請世界級建築團隊 SOM。打造港珠澳大橋畔嘅封面地標項目空中浮島海景花園，配合3.3米到3.9米嘅優越層高，實現戶戶有景觀，每間房都通透，令到每位業主都能夠將千億級嘅工程盡收眼底。我哋規劃嘅商業、旅遊、醫療、康養綜合體，總共大概120萬平方米，但係市場銷售份額極之有限。齋買一套少一套，業主買到嘅唔單止係物業，更加係我哋國家稀有嘅戰略通行證。機遇來自於對趨勢嘅洞察，更在於對稀缺資源嘅率先把握。歡迎大家深入了解，一齊把握大灣區嘅核心無限未來。點擊評論區嘅WhatsApp鏈接，聯繫我攞發展商嘅資料啦。